Evan 呢啲人到而家都仲講緊你哋嘅關係，其實你會唔會一直都覺得好委屈啊？我又冇乜留意喎。咁你同佢係咩關係啊？OK 啦，OK 啦。35歲事後，蔡思貝最近正式宣布離巢，同無線結束13年賓主關係。日前佢首次以自由身亮相參加慈善活動，見佢全程都笑容滿面，似乎狀態唔錯。受訪時被問到離巢之後嘅心情，佢坦言十分不捨，更自爆一路喊住寫感謝文，仲話有幾次都喊到寫唔到落去，真係好陰功。回望13年嘅演藝生涯，蔡思貝百感交集，佢多次表示唔捨得，懷念以前拍過嘅劇同演過嘅角色。既然咁唔捨得，咁點解又要走啊？蔡思貝就話離巢係同 TVB 雙方嘅共同協議，係因為自己想外闖學多啲嘢，仲形容就好似仔女向父母申請去留學一樣。佢係憑直覺認為自己係時候要離開，而 TVB 亦好支持佢嘅決定，即係間接否認傳聞所指佢係因為遭到雪藏而離巢。至於未來嘅發展方向，佢透露而家暫時做自僱人士，不過目標好明確，就係要進軍電影圈，因為自己真係好中意演戲，同時亦都想試下北上發展。總之就希望做到內外兼備。而當提到因為同視帝黃浩信嘅緋聞，多年嚟一直飽受網民指責，問佢係唔係覺得好委屈，佢就即刻落閘避談，淨係回應5個字：我冇乜留意。之後記者再追問佢哋兩個而家嘅具體關係，蔡思貝明顯開始黑面，最後乾脆直接收聲，拒絕作答，並示意要即刻結束訪問。